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别再丢掉我好吗？看着爱宝睡得那么香，那么的安静，我又开始迷茫了。我在心里不停地骂自己：林一轩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，刚刚从过去走出来，可现在呢？现在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逸轩，你看这个床多好啊！是啊，而且这个床摆在我们床边边，特别适合吧？我们生下的孩子一定大，这个床能装下吗？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推车还可以折叠，特别方便的。哎，不错呀。嗯，你推给我看看。来，我试试。我还看看啊。我走喽，晒太阳了。哦，挺有好爸爸的样子的。逸轩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你看，现在小孩的衣服真可爱。真是挺可爱的。这好像是女孩的吧？你哪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？那你想要男的女的？是孩子都行啊。婚后的生活过得既简单又踏实。奈梦最大的愿望是早一点当上母亲。我们俩都沉浸在对新生命的向往中。老公，你看，贴哪个？这个吧，小熊维尼，男生女生都喜欢。贴哪个？往这儿。往这儿。太多了。那儿，觉得呢？往那儿。你不帮忙还一直玩。哦哦！你不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啊！这小孩子的房间不可以这样做。
林轩来了没？啊，来了。去取经库取个样品，做个检查。取经室。直走，左转。那，医生，我需要取多少？有多少取多少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乃梦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所以我们俩去了医院，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。有多少取多少。哥们儿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地方太孙子，太他妈坑爹了！我不行，你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你有手机吗？带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手机上有图片什么的，帮哥们儿启发启发。谢谢，我帮你找找。谢谢。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对不住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啊，那个遇了点小麻烦。啊？什么麻烦？没事。你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现在就等报告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孕。什么？没事。是男方的问题。是我的问题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你还好吗？爱宝，爱宝，谁呀？你神经病！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盆骨碎了一块，并且皮下有积血。我们怀疑这个血块有可能会压迫神经，对于身体其他的功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
那应该怎么样？这个必须要手术，把血块取出来，防止引起其他并发症状。我不做手术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不做手术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，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行动以及协调性，甚至会导致性功能的障碍。那几年前我盆骨断裂过，不过现在已经长好了。当时有没有开刀把血块取净啊？没有。这就对了，当时没有取净的血块，现在还存留在你的体内，可能引发了后遗症，导致精子质量的下降。那有没有医治的办法？这个不好说，因为时间太久了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以后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？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医生，到底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人工受精。这人工受精，就真的能信吗？这个就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还没有反应吗？没有，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要怀上早怀上。咱们再去趟医院，也不知道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。逸轩，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，可是要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有孩子怎么办？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别紧张，老婆，不会有事。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你说这次能行吗？能行。我不相信老天爷对我们那么不好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有志者事竟成。但愿吧。领导们，准备手术。别紧张，不会有事的。去吧。你小心点，小心啊！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呀！哎，我听见。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。哎，哥们儿，
哥们儿，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取经士。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他妈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哦，是你呀？我老婆怀孕了。恭喜。这得多谢你，没有你上一次。哦，来了。那个，我先进去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。来了。想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晚上脑子特别乱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你特别想要孩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瞧瞧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怪自己年轻的时候太意气用事了。这是上天在跟我们开玩笑，他是希望我们在孩子真正来的时候，懂得更加珍惜啊。而且，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，就够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这怎么了？一点小毛病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就好。你稍等一会。喂，老公，老婆，我这边出了点事儿。啊，不是我，是路上有点事儿。那有辆车坏了，可能晚点时间到吧。那你开车慢点哦。行，我知道。拜拜。一会儿见。I could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s.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 and never ask please. I could fly to Paris. It's at my Why do I live my life alone?
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。